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你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信息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我會為大家一一解答呢個問題。我哋先睇一下每1分鐘互聯網裏面產生嘅變化，個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尋有200多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發出2億封郵件。Google 同 YouTube 係關聯企業，佢兩個加埋嘅搜尋係有300幾萬。我哋點樣可以喺呢個300幾萬裏邊嘅數據裏邊，我哋可以參與其中？我哋示範一個關鍵詞俾大家。Rotary Heat Pass 係印花行業嘅一個專用關鍵詞，佢呢度帶嚟嘅相關頁面有210萬，排位第一嘅係香港一家公司，係我哋嘅關聯企業。下面 Google 加咗2個冠名排位 ，Google Pass Rotary Heat Pass for Lanyard、Google Pass Sublimation Heat Pass。呢2個關聯頁面為呢家公司帶嚟有接近嘅3萬連接，呢3萬個連接就鞏固咗佢喺 Google 裏邊個排位權重。佢呢啲連接大部分都係從 YouTube 呢邊帶過去。YouTube 係全球最大嘅視頻平台，全球排位第3。而呢啲連接佢係保證唔會斷嘅，即係話人客幾時去點擊訪問都可以睇到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呢家公司喺全球排位第1。佢個穩固性就唔存在疑問，因為當人客去點擊視頻訪問嗰陣時，加重咗佢個權位，令到佢喺 Google 裏邊嘅權位更加重要。我哋再睇一睇喺 Google 頁面嘅 video， 因為我哋今日講係 video marketing， 喺現今嘅世界裏邊，我哋頻寬同空間都唔存在問題。我哋喺香港，我要下載一個視頻去睇完一套電影，講緊係10分8分鐘嘅情況。喺數據流量咁高速嘅時代，我哋要讓人客知道我哋嗰台詞，我哋嗰個產品或者服務，讓佢有更深入嘅了解。我哋如果唔用視頻，我哋有其他選擇咩？我哋每年參加展會，等啲人客喺外國嚟到香港，確確實實嗰個時間係好漫長。每日喺 B2B 所花嘅時間，又覺得起唔到太大嘅作用，因為每一日個海量數據一個一個咁冚上，我哋擺上去嘅信息可能已經俾好多同行一路咁遮蓋，所以我哋今日要利用 Google 透過 video marketing 去改變。確確實實 YouTube 係冇義務為我哋帶嚟流量，我哋點樣可以為自己創造流量呢？我哋要透過 EDM， 透過 social media network 去同我哋海外嘅朋友講，你今日可以透過 YouTube 呢個平台睇到我哋最新嘅產品信息，讓佢更了解呢個產品，從而提升佢對你嘅產品購買嘅意欲。所以今日我哋如果唔做 video marketing， 確確實實我哋真係冇乜希望。喺呢度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平台 Audace Channel， 佢係一個完完全全為大家所建造嘅平台。我哋保證承諾喺大家嘅視頻或者廣告播放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。同時我哋呢個網站已經有手機版本，人客用手機智能手機上網，隨時可以睇到你嘅視頻。另外，我哋喺5月20號喺嚟緊嘅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，喺九龍長沙灣長義街8號益京廣場31樓。
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嘅，請大家揸緊時間喺呢度下載個申請表。多謝大家。